针对着台美关税这个记录呢，行政院今下晡有开记者会来说明，强调这谈判也未达成协议，一方面是时程因素，美国爱和真侪国家来谈判；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对美国有贸易逆差，主要是主通性产品，希望会当含232条款做伙来协商，过程会较复杂。未来也会争取关税降低，也莫用他气的方式，甚至是强调讲这台美的谈判无乌伤作业，会有线顶专区互各界去查。美国对顶关税，台美谈判进度大家正注意。在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带真济下晡的首长召开记者会，面对这阵啊关税谈判秘密作业的质疑，甲各他起的关税计算做一个回应。去年的贸易逆差是739.2亿，当中有90%是逆差。是来自于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电子零组件等 ICT 产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陈丽君解说，目前谈判进度台美也持续伫磋商，包括8月7日关税上路迄案都有视讯会议。顶礼拜是拜五也有视讯磋商，强调台美谈判卡条的，主要是因为咱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9成是 ICT 产业，相关供应链合作的沟通真复杂，双方会就232条款对顶关税同齐做伙磋商。美国未来希望成为世界 AI 中心，而我国在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长期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互补合作的，所以未来双方互补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合作。我们希望谈判结果除了再降税率，也能够开启一个更好的我们的产业经济的国际的布局。行政院讲，目前进度是技术性磋商大概先完成，但是对顶贸易的主要协议已经达到伫磋商，不过非关税部的障碍，也就是产业是不是开放也未当公开。另外，对美国投资金额嘛也未定出来。那因为我们的工具机产业事实上一直在升级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就会遇到的是德国跟日本。那这一次来讲，的确，经过这个暂时性的这个关税以后日本跟德国基本上关税是比我们低一点的。行政院分析，对产业影响，像讲工具机、兰花、飞蛾虎，咱较书面；其他像手工具、水五金、塑胶，因为竞争对手是中国、越南这个所在，有希望减少冲击。劳动部嘛公布，这波关税冲击可能会有4.2万人面临失业、减班休困，会推出薪资差额补贴，也甲减班休困训练补贴，2个会当合并来领。记者采访报道。